有耐心的猫。花猫拄发现鸟仔收的时，内底空空，是拄拄做好的，所以伊讲，我等。因为伊是有耐心的猫，热天还袂来。伊等一礼拜，搁买树仔去看鸟仔收，内底有2粒蓝色的，筋骨搁闪烁。花猫讲，敢若袂歹，毋过鸟仔囝搁较好，我搁等。在等的时，伊去掠鸟鼠甲蚕鼠，身躯细细去困，也就是做我花猫度时间的代志。搁过一礼拜，伊搁买树仔去看，即摆有5粒但是花猫搁讲，2是袂歹，毋过鸟仔囝搁较好，我搁小等一下，所以伊搁小等一下。然后爬去你看，有5只鸟仔囝，大目睭，长颔棍，黄色的喙擘开开。花猫坐伫树枝，前片下开，真正欢喜。有耐心，有价值。伊讲，伊搁一摆看鸟仔囝，看尾先食倒一只，敢若拢伤瘦。因拢伤瘦啦。花猫一世人毋捌看过遮瘦的物件。但伊家己讲，我若搁等几工，因就会较肥。瘦鸟是袂歹，毋过肥鸟搁较好，我搁等。安尼伊伫等，伊看到鸟爸规日掠虫转来受呢，就讲，因会真紧肥。肥到我所教伊的遐肥，有耐心，确实好。落尾，伊想，但因一定有够肥啊，我一工嘛毋搁等啊，因一定赞。伊就爬上树，沿路流喙烂，伤肥肥的鸟仔。等伊爬到树顶，看到鸟仔收，内底空空。迄时，花猫坐伫树枝，就讲，所有我看过的，歹看的，冻酸的，古老的，遐个鸟仔是上界歹看、冻酸，搁古老的猫。